继续来看台北市伫3个月内路面出现着5个凹坑。昨下晡拼过大雨了后，万华区昆明街一个工地边啊，路面嘛佫斜落。建管处讲，初步研判是因为大雨冲洗，致使着土质松软，才会出现着意外。但是民众来痛骂，只要落大雨，这个大路顶就凹坑，实在伤咸咯。台北市政府讲，市长已经下令要针对道路来做总体检。 工地边啊，路边是破一坑，有够大坑。机车骑士若是经过无注意，恐惊连人带车都会摔落。相关的单位接到通报，马上赶到现场进行作业，嘛叫封锁线来管制。初步判断大概因为下大雨，然后又外面的地基的那个土质比较松软，才造成道路坍陷。 台北市艋舺这个建案边的道路，昨下晡出现3公尺深、2公尺宽、1米外7米凹坑。加长刚早起，工作人员也搁伫现场进行修理。虽然是无造成民众的受伤，不过附近的住户也是真烦恼，因为台北市最近道路是定定出状况。有时候你走路不小心跌倒，这个要怎么办？当然夸张了，因为特别是现在是什么雨季啊，突然一个大暴雨下来，突然骑在马路上，突然来一个天坑，谁不会担心啊？ 还是蛮过分的，蛮严重的啦。今年5月13，信义区才有15公尺长、3公尺宽、3公尺7米大坑。7月台东区南京西路路面是大面积崩落。这个月18号，南港区嘛有2公尺7米大凹坑。沙拉街连续2天，中山区、艋舺区路面嘛是同款崩落。第3个月就出现5件意外，可能会造成一些侧沟，它如果有一些裂缝的话，就容易造成冲刷。这些侧沟都已经是20-30年的历史了。 市长也已经下令啊，一定要对相关的问题来进行总的体检。台北市府新经线是加强案，要避免道路搁出现凹坑。要不过只要落雨，路面就较厚崩落。那后民众对道路的品质失去信心，更加唔知影一个有偌济也被发现危险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